隆重登場 DCS 全新播放器 Lina DAC X。Lina DAC X 係 DCS 產品系列嘅最新成員，一款傳承廠方技術精髓嘅網絡音樂播放器。Lina DAC X 專為希望獲得數碼音樂播放嘅便利性，以及心碎、自然同埋身臨其境嘅聆聽體驗嘅聽眾而設計，可提供出色嘅聲音重播效果，並且可方便瀏覽大量音樂目錄。Lina DAC X 提供同屢獲殊榮嘅 Lina Network DAC 相同嘅功能，支持嚟自主流平台串流播放，包括 Tidal、Qobuz、Spotify 同 QQ 音樂，亦都兼容 Roon、Audirvana 同 JPLAY 等音樂管理軟件。同時，佢仲有多達8個數碼輸入，支持多種外置播放音樂，例如電腦、NAS 以及可以通過雙 AES 連接到 CD、SACD 轉盤，以進行 CD 嘅播放，甚至電視通過 Toslink， 同樣提供雙 BNC Word Clock 時鐘接口，供外置 Master Clock 外置主時鐘，分別對應44.1千赫茲、48千赫茲及其倍頻，獲得更精準、更穩定嘅音樂重播性能。Lina DAC X 嘅多項提升令人滿意，包括擁有更加直觀嘅音量旋鈕、紅外線 remote， 支持通過 QQ 音樂進行高解像串流，延續咗大家對 DCS 一貫嘅期待，非凡嘅音質與分析力、一絲不苟嘅工藝，以及面向未來嘅靈活技術支持。Lina DAC X 可輕鬆融入現有音響系統，連接到任何擴音機或者有源音箱，以創建完整嘅音樂播放系統，為各類高級音響系統提供理想音源。源於旗艦 Varese 嘅技術 ，Lina DAC X 精緻而紮實嘅機箱由實心鋁坯加工而成，而且機身闊度同 Bartok 同埋 Rossini 系列一致嘅標準。更寬嘅機身內部空間用於進一步提高性能，並使用柔性電路板實現最佳音色同埋可靠性。佢嘅低調嘅美學與各種空間同設置相得益彰。從家庭起居區到專門嘅聽音室，佢卓越嘅製造質量同一絲不苟嘅工藝，體現咗 DCS 對細節嘅不妥協關注，